感谢老师啊，你是把努力，我把你来插到在那里，我在几家，那你来报了呀？你这可以，我就结束了。来，你是把努力好啦。加好你。多谢你。明天我来。好，谢谢啦。我来看下无啥情况咯。OK，我再好好来看实在是。你好，我叫张永成啊。我是用别家哦，我就你哦，打败人拢无啥干，就要甲你实在一下啦。我只不过是个普通人，所以应该是做代志的。我是看，你定会晓了吧？你这样在哪里住？我马上你家。你是古曼汤圆吗？好 ，OK， 我今日是食着啦嘛。好啦，无我甲你斗答啦。我你讲吼，咱人吼心肝好吼，真好。但是吼，咱摕着吼，地址问候啊，这个叫做道，这就是安尼吼。我甲你讲。是安尼，生活真理是需要规定的情况之下，除了的听了道理，开始引领进行自品正好。然后，西元1949年，生活真理55岁，伫哈尔滨的外办演团接精选，老母娘好命承接总传书，并跟随古老真理持班，以为副手着任。伫台北各地开拓事务。各位僧人，请立起，看下去。今仔日是师尊临传的日子，咱点用不等，变报心意，切莫违背。老母囝，咱帮你来听。好，对你啦。李真公断下断绝，不下不定。下我理想，下我欢喜想，这我理想，这我欢喜想。修我灵修，修我欢喜修，了我灵了的愿，了我欢喜了的愿，下我该下，下我不下，这我该走，这我不走。修我该修，修我不修，了我该了的愿，了我不了的愿。老兄，阿爹，你来交代你一定会阿爹发点，那就按你那个，我知道吃饭，我看看有什么。阿爹，如果你做咁样决定，我一定会甲你支持。明仔载我就来去甲医生代志处理了好。好，我阿爹你交我听，听好他进来听。非常后，感谢台湾市政，民粉就已经在人外力推广的介绍下底，将互信赖人民的人外大钱。期间摕到大笔资金，赶往古老真理身边。经理，无变啊！你是叫人吼，从面粉就分下去，一挂，我们放在水手中，可冰啊！你对着牛，会天天甲好客，遐尔大，第二，时间
我嘛是知影要安怎处理。啊，无安尼好啊，我看你来顶学堂顶好啊。处理，只要是为是咱起劲。我头先，哇，您来啊！我要等恁食久啊来，请坐来，请坐。有今日啊，就是我头先，因为就是性经理科比，我就叫你好，电话是后边，这是你们是我们这个是你讲话吗？科比啊，就你这么好呀啦，最少这么样成绩，一般这真有在报酬。不管你去到倒位啊，人拢来咧当做上天来对待。杨哥，你就福报，再当对上基本的纯金、红茶开始有起，就算讲道真是你较早的时候，嘛是共款安尼来互伊接待伊，就是主桥啊，刚刚非常的感动啊，杨哥。科兵啊，将你全部的财产都报释出来，你敢会不会？对啊，因为是啊，像即寡全大时阵做啥物，我是嘛已经坚定是人，真正爱为着提升好。没错，没错，那我俩如果来这人才啊，来。谁？你一走路来到家，我安尼好。今暝恁就大只，咱来好啊，研究一下自己，好无？好，来，大家请。希望依据4万年，进来真理让人晚会，广客开心，从当中总一贯的认为干破了，所以断力对报。日前与哈尔滨一带进行反叛活动的叛乱组织一贯道，已在本港各级领导的有效部署之下，捉拿叛乱分子1万多名。目前正全力宣析正式领导人下落。那个高德勋就按进入亮丽啊，兄弟，刚说你点头家，是啊，就是你点头家。就这样子啊！这大哥，一届啊，就从咱办好话来做新店到，这样名怎？到底是安怎嘞？这如何是好啊？是啊。人家天天的吃，当然一来，就按进入亮，名好嘞。小经理，高飞，安怎？对啊，咱今仔去打，这个电视关是这样。这个是我看得了。对吗？他是不是哈尔滨？没影子啦，是啊，没影子啦。我嘛刚刚啊，办法不可啊。你妈哈尔滨？当我名就心，我关起来，啊，搁啥物啊做经理，这是我一人的代志尔。你著问我来答，这甲伊拢无关系，这
是我家代志，你互我去好无？回去啦，出回家，那跟你回家呢？你大家都被放你出来啦！刘经理，你有叫他去好无？这拢是我家代志啊，甲伊拢无关系。副经理啊，副经理，你有叫他去好无？小丁啊，你在想清楚啊！王组长，你有叫他去好无？经理，请你做到底，你是爱伊安怎啊？这拢是叫我家代志啊，你都叫我去，刘经理。你都叫我去，好无？这是叫我家代志尔，拜托你给我去。好啦，你，好啦，谢谢你要去，你就去啊！安尼真正太好了，我一定是无路用的人，是遮尔好的机会，真诚实的讲，真正太好，太好，太好。快乐，安尼叫他，就是真爱纯属理解。经理，你系当咧大意咧？是啊，你哪样大意咧？你看伊的经理这么坚定着。你追求一个这么好的人才，我要你叫幸福呀！我嘛非常的不甘。当然，很喜欢停下来，跟你不满，或是很好跑。真太好，真太好，然后这个机会，会当去这个讲，真太好。这下年后的老哥了，既然你的明星保证，我告诉你，哇，你是要靠啥物啊？应该听我欢喜才对啊！你得着，还留遮尔久啊？但以后，若记袂着面啊，有啊，有袂错，就当生死来看开，还有后面，生死若无看开，无有后面，就当算收到啊！以后咱想办法，好无？不敬意老前人，不敬以前人，不敬。